如果我係係你個，我會有兩個處理手法。第一，我照 yes 你3000蚊，但係我有個條件，我係要今日收足全數。你記住係有兩個條件啦，係今日係收全數，我就3000蚊俾你。咁你其實係，都係一個 trade off 嚟嘅，我唔係無條件應承你，你要即刻做決定，同埋我要即刻收足錢。咁你慳咗時間，中間冇嗯，咁多呢啲估嚟估去，又唔知拖嚟拖去呢啲心理壓力，你都唔算係係完完全全無條件讓步啊嘛，係咪？係係，呢個第一。第二種做法就係，如果我真係諗住還一個價錢嘅，我唔會還咁少嘅。呢啲咁樣嘅討價還價裏邊咧，一般嚟講，大家個心裏邊咧都會有一個大概就嗯，係兩者之間嘅一半。佢而家同你講200蚊一堂啊嘛，然後你實際係啊，上係250蚊一堂啊嘛，係咪？而家係啊，係200、250之間啦，大家都會 feel good 嘅做法就係中間落墨225，嗯，甚至乎係，你攞多的咁多230都得。一係我就1蚊都唔攞，但係我賺時間；一係我就攞多啲賺錢。但係兩種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係響信息咁樣，大家慢慢猜波咧，可能我寧願高貨3000蚊即時搞掂。因為如果你響電話傾就唔同喎，我都可能會同係，佢試下猜多兩板。但係如果因為你響信息嗰個對佢嗰個即係掌控能力太低啊，咁所以可能我嗯，就會寧願係。3000即刻搞掂，唔好煩啦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